歡迎嚟到我哋學習撒母耳記上第4章。呢段經文詳細描述咗一場災難、軍事同靈性嘅崩潰，徹底改變咗古代以色列嘅未來。喺呢個時候，以色列人陷入咗一場對抗非利士人嘅失敗戰爭。上次嘅衝突已經令到4000個以色列士兵戰死沙場。為咗扭轉命運，以色列嘅長老們做咗一個激進嘅決定，佢哋派人去示羅嘅聖所，叫佢哋直接將約櫃帶上前線。長老們話：我哋帶上法櫃，佢會嚟到我哋中間拯救我哋。佢哋唔係尋求指引，而係將約櫃當作一種實質嘅符咒，一件可以用嚟攞到勝利嘅聖物，想靠住約櫃嘅存在將佢移到衝突中心。佢哋將立約嘅象徵變成咗戰術工具。衝突嘅舞台已經準備好，賭注唔再只係領土，而係佢哋民族身份嘅存亡。雖然約櫃到咗，但形勢冇改變到。結果係一場屠殺，3萬個以色列士兵死喺泥地上面。數千名死者當中包括何弗尼同菲尼哈，大祭司以利嘅仔。佢哋嘅死喺一個下晝就消滅咗下一代國家嘅屬靈領袖。喺撤退嘅混亂中，非利士人到達營地中心，搶走咗約櫃，當作戰爭嘅戰利品帶返佢哋自己嘅城市，企圖將神當作軍事資產，想控制或者脅迫約櫃所代表嘅存在，最終失敗咗。當軍隊倒下嗰陣，場景轉去示羅城，喺度我哋見到大祭司以利，佢已經98歲，好老，對眼蒙到睇唔到嘢。以利已經坐喺路邊聽緊，佢好焦慮，唔係為咗士兵，而係為咗約櫃嘅安危。一個逃離屠殺嘅便雅憫人跑入城，佢件衫撕裂，頭上有塵土。當佢傳遞消息嗰陣，成個城爆發出悲痛嘅喊聲。以利已經統治以色列40年，喺佢生命嘅盡頭，佢淪為一個旁觀者，等緊衝突嘅後果。佢再冇領導嘅力量或者權威。送信嘅人向呢位盲眼祭司伸出手，喺4個逐步升級嘅階段匯報。首先佢同以利講軍隊走咗，然後話屠殺好大。第3次報告更貼近，以利嘅2個仔，佢職位嘅繼承人已經證實死咗。最後送信嘅人送上終極一擊，上帝嘅約櫃俾人搶走咗。一提到約櫃，以利嘅身體就從門邊嘅座位向後跌，扭斷頸，當場死咗。以利喺國家失敗嘅消息同佢啲仔死嘅消息中都冇事，但係喺佢監督下約櫃唔見咗，就係最終令佢崩潰嘅重擔。佢40年嘅領導時代就喺呢個國家最神聖嘅象徵消失嘅一刻完結。悲劇仲波及以利嘅新抱菲尼哈嘅老婆，佢正處於懷孕最後階段。消息嘅衝擊，約櫃俾人搶走，加上佢老爺同老公嘅死，令佢即刻痛到生仔。生仔係致命嘅。當佢就斷氣嗰陣，接生婆嘗試鼓勵佢，同佢講佢生咗個仔，但佢拒絕回答或者理會佢哋。用佢最後一口氣，佢改咗個名嚟概括呢一日。佢將新生嘅男仔改名做以加博。呢個名嘅意思係榮耀已經離開。通過揀呢個名，佢對失敗嘅定義唔係失去家人，而係因為神聖嘅同在離開咗佢哋生活嘅中心。將上帝嘅約櫃當作戰術上嘅方便嚟用，導致嘅唔單止係一場打唔贏嘅仗，佢導致咗一個大祭司嘅死，一個家族嘅終結，同埋示羅聖殿嘅徹底崩潰。